台湾舞台剧哪会使错干辣椒？批评伊无水准，甲歹囡仔话说，这是侮辱台语。恁批评的人，恁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大家好，我阿成，我即摆无穿裤。即礼拜吼，耀演剧团的抗世三姊妹啊，伫咧规个剧团界啊、文化界、台语界、音乐界，安尼规个大家咧讨论啊，怎变起来？其实台语界后来吼，大家吼发觉吼，伊分两个派系吼，一边是足支持的，啊批评的嘛有，但是即摆看起来批评的是较少啊吼。啊，我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吼嘛，甲大家来分享讲吼，咱台语作品吼，伫现主时社会是要安怎做较好呢吼？即件也像咱真足感谢老美兰、陈英杰、万千勇啊，甲教育部陈俊美克。首先，这是一个剧团吼，这是一个演戏的剧团，演戏的剧团。就是文化创意吼，文化创意产业。但是要讲文化创意产业进前呢，我先问大家吼，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啥个？文化创意是啥个？敢讲行演前就是一种文化吗？无毋对，行演前真正是一种文化。咱来看到网络顶悬超论经的少年吼，因甲迄个阿嬷的现枪打，甲改造变做文化的一个餐车吼，伊就变做有文化的演前啊呢。那个卖大肠包小肠的阿嬷，阿嬷常常会清晨5点的时候自己跑去占位置。不过，因为它不是所谓的文创餐车，所以很多地方都不让它摆。哦，那做迄车台啊水。哦，这大是安尼水甲安尼，我想哦，这款的以后什么聚会拢会使入去摆啊啦。大家先莫误会吼，大家先莫误会。我真介意嘛，真肯定这个超论经的这个少年的吼，我嘛真介意阿嬷，我嘛真介意食烟肠，特别是烟肠包大肠，佮一定爱加蒜头啦吼，啊用甲香香香，哦，迄个烟肠够大肠，就好食的啊，讲到这嘴烂都要流落来，但是。我要批评的，毋是迄个超论经的少年，嘛毋是要批评迄个阿嬷，是大家来思考。敢讲文化创意都是一种包装吗？敢讲甲图做甲水水，透过Adobe Photoshop 还是 Adobe Illustrator 甲做甲水水甲包装起来，这都是一种文化吗？敢讲文化创意都是塑胶嘛？用纸来包装，用塑胶来包装，用 PET、HDPE、PVC、LDPE、PS 来包装，迄就是用这个塑胶来包装，迄都是文化创意吗？颠倒来讲，我要来讲这个问题吼，文化创意其实毋是遐尼简单的。文化创意，咱搁翻过头来思考，文化是啥个咧？文化呢，有人安尼讲，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吼过去所发生过的代志，也是过去的一种事件。什么代志？安尼顶下来讲，毋就等于什么代志拢是文化？对，都是什么代志拢是文化。所以讲，文化创意毋是透过包装就好，文化创意是你爱对这个环境，你爱对台湾社会，你爱对文化有好的影响，会当帮助到别人，迄才是文化。文化创意不只是用塑胶来做包装尔，你爱讲一个好的故事，你爱互人认同，你爱互人会当去帮助到原本的生产者，还是讲你爱互消费者有感觉到价值，有无？有啊无。Australia 的 The Law of the Ring， 伊去迄个电影为一个国家增加偌济观光收入呢？你伟大鬼还是讲韩国伊拍的电视剧，造成偌济人想要去韩国佚佗，迄才是文化创意啊，对无？咱即马台湾有啥物文化创意？有双湾干，双湾干伊袂去大陆做迄个电视剧。你为什么要救他？这嘛是一种文化创意啦。翻过头来讲这个，歹势我讲毋对，我会录的。翻过头来讲这个剧场吼，伫文化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文化运用，有一个物件叫做文化耍用 （cultural appropriation）， 佮有文化误用。cultural misappropriation 吼，
若是今仔日即出戏吼，即出款是三姊妹，即出有垃圾话的戏，今仔日换做是家己的阮剧团来演，网络上敢会甲批评。今日换做是吴念真导演的日馆剧场来演，敢会发生问题？今日若是林丽珍的无够来演，敢会发生问题？我甲你大家讲，可能网络上会甲批评哦，因为伊过去较早演过做的代志。拢是对文化、对大家文有贡献的，所以大家就会感觉讲，迄都是因正常表现尔，甚至是传艺迄个剧场来演，伫个魏武营来演，可能嘛无问题呢吼。所以讲，咱咧判断一个人吼，伊对即个物件、对即个文化、对原住民文化、客人文化，还是咱讲咱遮台语族群的人诶文化，伊咧做演出、做表演有基势无？是爱看伊头前后壁做过啥代志吼。又做过啥物贡献吼？一个较软性的文化，一开始伫主流文化当中，一开始哦，拢是去用机势，拢是去用口舌，拢是去用当做笑亏待吼。我较早，我毋捌黑人，我嘛无了解黑人的人群性。我讲较早是足久以前，差不多是20年前。我感觉黑人咧翕的电影就歹看，因为黑人都迄个角色尔，毋是歹人，都是演笑亏待，啊无就足早死的，啊无就足歹的。啊，无都其他钱的人，啊，无都是家宅的，啊，无都是做警察。所以讲较早有一出戏叫做《小姐足白》，伊竟然是叫两个黑人去演白人的小姐。这个黑人是去用歧视的呢，歧视最严重，美国人无感觉。阿妈，你怎么没感觉？但是即马有关键招数，有多处全面顶，有阮，有乌布，有月光之下的那些囡仔。佮有 Judah and Black Messiah， 我会讲 Judah and Black Messiah 是因为讲伊这两个拢是名字，拢是人名，伊个翻个无意义啊，讲伊原文就好吼。一个较软势的文化，去主流文化一开始拢是去用口舌，拢是去用戏人，到后来咧讲历史，讲正确的历史。到后来变做创作，到后来变做正常的生活，这是需要时间的。大家想看觅，若是20年前，咱返校吼，都甲翕出来；20年前，都来演返校，是毋是有足侪人会跳出来反对？足侪人会无解，会讲啊，恁是咧消费这个受难者。咱是20年前，咱都演老师，你敢会转来无？有人会跳出来讲啊，你咧消费救济伊的受难者，所以迄拢是需要时间的。咱台湾人即马已经经过遮侪年啊，咱这个时间搁爱偌久咧？请大家来思考看觅吼。老师，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来？你看，咱来看到咱台湾原住民的作品吼，台湾即马也是哦，咱即马有洗地个巴子，咱有 Kano， 咱有日头的囡仔，慢慢有吉他，咱有山的迄边，啊嘛有只要我大汉6个你教。这嘛是原住民导演伊亲身来搬的吼，亲身来制作的吼，伊就是单腰这六下米布。我若念唔对的，请导演教我教一个。洗地区伊内底嘛有讲到原住民爱啉酒的问题。啊，只要我大汉内底嘛是有呢。帮助原住民小朋友。哎，小姐，你很漂亮。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请你别再每天喝酒。并且伊嘛讲到原住民爱啉酒、家庭的问题、部落的资源无够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囡仔无人好管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魏德胜导演甲只要我大汉会当讲呢？因为只要我大汉，伊的导演本身就是原住民，伊都会当为迄个族群来发声。今仔日你是白人，你只要是一个歹人吼。你绝对袂当讲啊！恁原住民都是爱啉酒啦，恁原住民拢足善车袂当，你袂当讲，因为你无迄个资格通讲啊！原住民都是生了足水的啦。我甲你讲，恁这个白人，你若遮尔无尊重原住民的话吼，你去参加一届迄个原住民的部落会议看觅，你无去用讲出去，我都爱双向对白。我甲你讲吼。你现在还有跟妈妈联络吗？你妈妈正在看着不想来看你，你还提她干什么啊？在你的图画纸画下一张又一张的心事。妈，你怎么没感觉？Maan, man sanay kisuma kukira ko kuno ulam, tanupan sa akan istiya.
你若毋是苗栗的竹南人吼，你就无资格讲吼啊！苗栗的发展真歹啦，啊苗栗无啥物好耍啊！啊，家拢甲竹南当作是新竹，其实竹南是苗栗啦，你就无资格好批评竹南。就算讲你是定定住伫迄都市的，你的户籍设伫竹南尔，你若有资格，你嘛有资格好举手，你去批评、去建议竹南。即台湾的文化的合理性就是安尼，合理性甲资格性就是安尼。你若是想要取得迄个资格，就亲像我讲的，你就爱努力一站嘛。亲像左导演伊一开始为着伊的族群翕了100车，伊即马为着台湾整个族群甲原住民来去翕 Scarlo。因为伊透过伊的100车的努力，互咱看到啊，肯定伊是会当做这件代志的人，咱才互伊去翕 Scarlo。你若想要摕竹南吼，伫遐要批评建议吼，你就爱摕竹南伫遐住过，伫遐了解过，伫遐听过遐人讲的话，甚至是做出一寡物件互人看，伫遐努力办活动啊也好啊，还是去影像也好啊，还是创作也好，还是开店来经营也好，先互人看到你的努力，你才有资格来去讲这个文化安尼吼。尊重啦，一切都是尊重啦。对原住民族群来讲吼，你毋是讲啊，互你钱，互你见是遮尔简单。你有去部落看过无？上重要一点的，你先去了解，先去听，先去了解因需要啥着点。有当时啊，你先去甲了解，先去听吼，甲因做伙开讲，比你摕钱去互因更加感谢安尼。原住民确实有个家庭收入的问题，但是迄是因为原本就是有个人会摕自然的方式去生活啊，伊会自然去拍啦，伊嘛有种物件，所以收入看起来咱国家去调查哦，你都无收入善食，但是伊生活都过得好势，伊若有需要收入咧，你若无去了解这个问题，你就会就甲大家想法同款。啊，恁原住民拢善食啦，但是咱刚有去了解过迄整个的问题咧吼。有一个电影叫做《只有大海知道》，迄个电影我嘛去咱随时阵嘛有拄着导演嘛有甲伊开讲过安尼吼。以后一个导演我嘛有甲伊开讲过，伫南澳迄阵嘛有拄着伊嘛有甲伊开讲，人嘛真好安尼吼。你看关键少数伊的导演嘛毋是黑人哦，伊个是白人的男性哦，但是伊为虾米会当去翕迄个电影，就是因为伊较早做的作品，互伊有迄个资格，大家肯定伊，互伊当去翕关键少数迄个电影。I said to myself, what was it like to be African American in 1960? You know, my dad came over on a boat from Italy in 1920. I grew up an immigrant son. I grew up in Brooklyn. You know, in Brooklyn in the 1980s, you know, your best friends are black and Puerto Rican and Albanian, and you walk to school with them. And I grew up different. I didn't grow up seeing the world that way, and so I didn't feel any sense of my not being able to do the film. I leaned into the human side of it. 为导演嘛是，为理性导演嘛是。伊虽然毋是原住民，但是伊为着这个物件，伊足肯定，伊足努力去做的。伊嘛透过海角七号，互咱看到，伊嘛互原住民的族群有足侪机会徛上舞台去做演员。包括伊后来52号是我爱你，伊嘛是用足侪原住民演员咯。伊甲即马也是共款咯吼。克隆美导演伊嘛是原住民。所以讲，咱仰望这个社会吼，更加侪的族群，不管你是原住民、客人，还是讲台语的族群，还是讲1949年来的迄演人吼，咱莫讲外省人，因为外省人这个字嘛是有淡薄歧视。恁尽量爱为着恁的族群来发声来讲故事，这都是上好的代志，因为这都是国家语言发展法，互咱仰望这个国家，会当互咱看到这个国家丰富多元的模样啦吼。以上就是咱今日台语老厝甲阿里坤的影像，互咱来讨论这个剧团。其实这个剧团的影像吼，伊是讲因还未完成，伊放一段吼，放伫个网络，大家都讨论到，少规个穿起来，完整的吼我无看过，所以讲我无适合来讲这个剧团，因为
伊无一定伊后壁有真好的台语歌啊，大家无看、无听着、无看着啊，就看到这首歌就一定要批评啊。因为我无完全看过，所以讲我嘛无资格来讲这个剧团。啊，但是我真希望会当寄互我公关票，我会当来看卖哈。我推荐大家吼，想要了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族群、台湾的历史吼，公共电视有一出戏真好看，叫做《拍拼台湾人的历史》吼，你都爱装公共电视 Plus PTS Plus 来看卖咧，伊有台文版的吼。杂志看了吼，你对台湾的历史甲文化，你一定有无共款的觉悟甲觉醒的。多谢大家，我是阿星。喂，有安尼我敢有公关票啊哈！台湾舞台剧哪会使错干辣椒？批评伊无水准，甲歹囡仔话说，这是侮辱台语。恁批评的人，恁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叫因回事咧！台湾电影会使错干剧，舞台剧袂使啦。啊，恁批评的人，敢有买票去看戏过？哇！最后推荐大家这出纪录片电影《阿姐依然的花声》，我有赞助哦。为什么是我？可是我想跟别人一样自由自在。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承接？阿张依然Remman是我从小听到的继承者的名字。竹林刚才来啊！我刚才看到很多老人家。不好意思哦，那个未来的新家在我们台湾府结婚的各种的事情都不一样，爸爸走了，我现在要回部落。你说你是头目啊？你讲母语吗？我中错了。就觉得他很多事情都在硬撑，他一种坚强。你也没有薪水，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面子，有什么用？我要上班了，我要养家。回部落了才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简单。Itu ba, mendangan itu ba. Mendangan itu sa tulungan to siya pa to be madai cuma. Dawa cuma orang tu kasi na. 哎呀，我是真正的，我就是想要回家了。Amar betul siapa kalau gue kalau gue nama kakak-kakak, 我们还在，我们一定会放进的。mang citaan tiaan masih cuma Ajang Ilan anu vuvu ti Remman